我想問下，即係你有冇收到類似嘅呢個選舉主任？未有收到。咁你自己擔唔擔心自己收到嗰陣點樣去處理嘅事？我哋琴日內部都傾過嗰個情況嘅，咁我哋預計，因為我哋報名就比本土民主前線係稍為遲嘅，咁啊遲咗2日，咁啊我哋預計可能禮拜一、禮拜二比較高危一啲，咁就到時再處理咯，因為都唔知道 exactly 佢會問一啲咩問題，咁同埋我哋覺得問一個候選人政治立場係無理嘅，你問我法律觀點，我就有法律回應，咁問我政治立場嘅話，我唔覺得呢個係選委會應有嘅權力。咁之前你自己有冇簽嗰份確認書？點解？冇簽到份確認書，嗰份確認書其實好簡單原理，因為佢僭建出嚟嘅，咁佢自己都唔啱程序啦。點解我要走去簽一份唔啱程序嘅嘢？如果我簽份唔啱程序嘅嘢，佢又會唔會話我喂你唔跟程序去做喎？其實而家呢個政府就係咁橫蠻無理啊嘛。有冇考慮過，即係如果一旦佢因為個確認你冇簽個確認書而唔俾清正嘅成員參選嘅話，你哋會有咩即係方法去抗爭啊？或者我諗最基本嘅嘢就係一啲選舉呈請或者 IGL， 其實都已經係一啲必備嘅 option。咁我哋自己個評估就係嗰個勝算應該係低嘅，因為嗰份確認書原本冇個法理依據存在，咁究竟佢可以根據啲咩法律觀點去強行加一份嘢要你簽完先具備呢個參選嘅資格咧？咁我哋係咁樣評估啦，咁但係最後留翻俾法庭去裁決。青年新政有冇入邊立場方面有冇推動港獨嗰啲嘅元素？香港獨立呢一個主張咧，今年並不在我哋嗰個選舉綱領之上嘅。咁個別候選人或者個別候選團隊佢哋嗰個立場，咁我諗留翻俾佢哋去再去做一個回應。咁你即係依家收，如果到時你預計自己會唔會收到類似嘅呢封信去問你呢個？真係唔識答嘅，睇下政府佢想做到啲咩地步，可能佢第一日嘅咪第一日寄咯，第3日報名嘅咪第3日寄咯。為咗保留嗰個參選資格咧，考慮即係避免即係喺呢條選舉嘅時候。唔會。我諗出到嚟去從政參選，嗰個主張或者嗰個理念先係最重要。如果我要為咗參選而去放棄一啲我哋嘅主張同埋理念嘅話，呢樣嘢本末倒置咗少少。咁所以點樣都好，我哋今年嘅選舉綱領，我哋嘅主張只會繼續進行。即係話，但係個綱領入邊，今次就冇包括主張推動港獨嘅香港民族前途自決。唔該晒。